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4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续的大水雨造成南投甲水里的车路放起，台铁一线嘛因为水崩山石头顶伫咧车路的，所以即马双向也拢袂通。行政院规划要发展兴国会馆，原本民众爱先付1000块才会当领，即马可能会当免费直接领。民兵组织塔利班攻下阿富汗第2、第3大城，部分的国家已经撤离因地当地人员，即卖局势是真紧张。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连续几日港的大水雨，造成侪山区传出灾情的消息。南投水里14半暝点外，在1631公里的所在崩塌，车路未通，一直到今仔日早起才恢复通行。那台铁的一线嘛，因为水崩山石头顶伫咧铁轨路的。直接到车站的路段，按算都要到15才会修理好势。另外，伫咧嘉义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有几个所在水管被石头底破去，即嘛赶紧用阿里山的火车先载水去山顶。土石崩落砍伫车道，完全看袂到路面，大型树仔都直接倒落来，大型重机具赶紧伫现场疏通。山壁崩起的范围大约200公尺，面积大，工作人员透暝清理树丛。10分钟1点左右，在1631公里的所在，路边的山壁突然崩起，土石砍到水里通往这个车道，山坡顶的树仔也将另外一边车道拆掉的，造成双向交通被通。这个路外的边坡，整个土石崩落，包含树木了。那现在等于说树木有找到对象去哈。经过透暝秋收，10早起已经恢复车道通行，也毋过山壁下面拄好是代替直接线，目前也咧畅通，估计要到15才会当恢复通行。阿里山小火车即摆无载客，是载几个水塔来到对高架车站，随即将公共便所的水塔填好完。小火车变成水塔专车，原来连日大雨也为阿里山山区带来大水雨，也造成山区用水管线防破坏，临铁列车出动救援。柱山引水管线多处破裂，对高月车站无水可用。林铁文资管理处表示，阿里山林铁开发初期就是山区的运输主力，即摆为10日开始定期载水工作，解决车站无水通啊用的问题。不过水管修复需要等到天气稳定才会当进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桃园的明白克洛桥，初七因为水崩山冲断去，地区长久以来靠这条桥伫出入的复兴、梅山，也有拉夫兰这3个里是真做孤岛。因桃园区的代表谢义珍，为着勘灾11跋落水，到今还阁下落不明。这几天的山区天气也是真无稳定，随时拢有水崩山的风险。即马无论是要救人，或者是要恢复交通，拢变甲真困难。谢义珍阿姊真伤心，一直哭。尽管搜救人员这几天继续沿着老龙溪对伊落水的所在，对下游一直扩大收载范围，分水路控3路一直咧勘查找人，不过已经第4天啊，拢无伊的消息。我们真的很紧张，我们真的很希望说他快点找得到。但今摆就是下晡来到桃园勘灾，表示袂放弃这搜救。消防人员还有特搜人员都还是全力的希望说能够来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来抢救我们谢代员。不过，这几天山区的天气无稳定，玉水溪一条土石流冲来，互搜救受到阻碍。另外，13下晡大约2分钟的土石流，更加直接甲明白克洛桥变道，这几天抢通的所在，阁引起。那公路总局这边跟区公所，今天所有机具撤退下来，目前这采取的一个方案，先观察这一个玉水溪的一个状态。原来有加8月25进前用抢通的变道，公路总局为了考虑工程安全，爱等天气较稳定，才有法度继续来抢通，无法度有个完成的时间。另外，因为明白克洛桥长期离无法度出入的复兴、梅山、加拉夫兰3里的民众，7天拢无雅事啊，这阵主帮只好修查。家里还有瓦斯吗？没有了。虽然空军总队的定期来投放物资，粮食无欠缺，要看到辛苦所种的山野到采收柜啊，却是无法度收成，落山去卖，民众也是感觉真无奈。
像我们这一打开，里面有的勉强可以吃啊，赶快把路通行的话，那是对我们来讲，农民是最好的。所有人拢希望天气赶紧稳定，才法度继续来搜救甲抢通的任务。希望天公伯斗3天，今好天，互天气来稳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规划要发展兴5倍券，原本民众说先爱付1000块才会当领的这个方式，引起正人的讨论。苏贞昌昨下晡甲部会首长开会了后讲，1000块可能会由中央这边来吸收，等于是免费就会当领。后礼拜伊甲党团开会了后就会定案。因那民进党立委这边是拢表示肯定，不过在野党的立委是认为讲，那会无爱直接甲印5倍券的成本省起来，直接发现金。政府特别发5倍券，不过到底要安怎领呢？行政院原本表示民众爱付1000块，不过引起热烈讨论，连民进党内拢无共款的声音。行政长苏贞昌13下晡邀请相关部会首长讨论了后，认为应调向1000块，全部由中央政府吸收来规划，全民有希望免费领5倍券。考量政府整体财政负担后，院长认为这一次民众兑换5倍券时应该付的1000元。可评估全部由中央政府来吸收负担，院长请相关部会朝此方向妥善规划。苏贞昌指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继续提悬，考虑政府整体财政负担了后，经济成长成果应该应予全民共享。昨日要听取党团成员意见了后，搁做最后定案。消息一出来，民进党立委拢表示肯定，会全力协助相关的预算，用伫立法院顺利加速通过。听起来感觉上大家都欢迎也接受行政院这个方向，但是就是最后定案还是要等到礼拜一，这就代表是说民众的需求跟他一开始的政策是完全不 match 的嘛，这感觉就是这个政策非常草率啊。不过在野党也是认为应该直接发现金。国民党立委洪明凯表示，应管至少要过1个月，而且加开23亿的行政成本，甲人民距离也是伤过远。民众党立委蔡碧如也批评应该简化程序，先应管成本发现金。总统府是回应支持苏院长所领导的行政团队，共同将定型工作做甲上好。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国内疫情有较缓和。指挥中心表示，今仔日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4个大病入境，也有2个死亡的个案。因若对16开始会开放医药组高端疫苗，会当医药的对象包括36岁以上的民众，也有20岁以上第9类的对象。23会开始注射。另外，即马各国的疫苗是拢真欠缺，韩国这边已经有派人去美国催货。因若但是中讲，咱台湾嘛已经有透过无共的管道伫咧沟通当中。国内疫情继续缓和，就是增加3例本土病例，其中2例是特殊气力阳性，另外增加2例死亡，加7例的境外移入。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各县市疫调进行的已经拉紧，相信疫情拢会当得到控制，目前变种病毒侵袭。指挥中心统计，为7月初日起145例境外移入的病例中，有40人捌注过疫苗，有12例是注完2剂疫苗也未着，就包括第2塔病毒。完整的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染疫这个包括是发病或者是无症状确诊都有。那这12例当中是有3例已经被我们定序出来是 Delta 的病毒。指挥中心也公布，10日起开放有药注高端疫苗，符合有药对象有3类，包括65岁以上长者、36岁以上民众、20岁以上的第9类对象。23起会当注有计将提供60万剂的高端疫苗方注。那也不排除就是说，如果再有进来，因为再一点时间如果再有这个相关的疫苗风险检验完毕，那我们会增加这相关的剂量剂次数了即马真侪人出国注疫苗，在市中溪被流专案尤其前往注疫苗，反台了后，敢是会当得到认证，但是中也表示将以当地认证为主。不过等待后续认证程序通过了后，国内也会防疫承认。他打的，如果是我们所这边所有发 EUA 的相关的，然后有打的那个顺序符合我们要的那个效果，我们就会承认。即马国际拢真需要疫苗，南韩派人前往美国抗击摧毁，台湾敢是也会得哩做。但市长表示，去美国摧毁敢是有效有待观察。台湾主要是透过多方管道沟通，目前疫苗伫全球供应量真大，就算因应韩国需求做出调整，应该也未影响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别地的互通旅游，过4个月了后，即马阁重新启动啊！
今仔日早起10点半的飞龙机，真侪旅客是透早5点就去桃园机场做采检，民众是真欢喜讲会当去别留注疫苗，而且返来台湾了后，佫毋免隔离14天。透早桃园机场有真侪人伫排队要来采检，这是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泡泡重新来开始。10点30分起飞，预计帛琉当地时间下晡3点30分的到位。而甲进前无共款的是，这批旅客大部分是要去做疫苗的。因为听到说去帛琉可以打疫苗，特别开心。再加上因为帛琉一直是我跟我先生非常喜欢，我们10几年前就去了20几次的帛琉。这摆到帛琉的华航的班机顶面，除了132名的台湾人，也有15名帛琉籍的旅客。这批台湾甲帛琉的旅客必须8点半就来到柜台来报到，加上爱伫机场做 PCR 检测，5点半进前就要来到机场啊。帛琉大使也特别来赠送予每一位旅客50块美金的旅游金，相当大票是1400块。Because I think our president believes that even though there's COVID here, it's very well controlled. 本来是预计呢要在机场的部分做施打，那因为做了当地的人员的调度关系，所以后来改为在就是当地的体育场的这边来做施打。旅行社的部分的话呢，会带客人，然后再返回到他们原本的住宿的饭店部分。旅行社强调，主要是合作旅客旅游的行程。另外，注射疫苗只是配合帛琉观光局。另外，大部分的旅客讲，烦恼伫台湾注无疫苗，真欢喜即摆再去帛琉注射疫苗，回国也去买5天到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无需要隔离14天，也趁注射疫苗，即摆会使好好顺线放松旅游一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日新增加1个人确诊，目前感染源要当地调查。这个个案是伫做业务的。接触者有85个，台北市府目前是可怜65个居家隔离的人，但新北市是新增加2个人确诊，拢是居家隔离检出阳性。另外，针对行政院的进行5倍券的政策，即马向要改做是免费来领。校友义讲，这个做法是向好的方向咧行。但国文特是认为讲，中央的政策应该爱先想好势，才来改。台北市大安区巷仔内一间知名的点心店，则是下昼4点营业，透早就员工来上班，也毋过面对询问态度拢真低调。店家伫面册广告册十暗，莫有确诊者来消费，配合防疫暂停营业1天，除了店面大消毒，员工也全部快筛。当然会怕。怎么说？因为我们就在对面啦。因为他的工作还有他的足迹比较多，目前为止匡列了将近65位居隔者。然后职场里面有22人，那20人是自主健康管理。台北市14只有增加1人确诊，这名个案是业务，主要是在外口。台北去过点心店，目前经过查列出85个接触者，可能65人伫厝隔离，已经采检12人是阴性。顶日有桃机地勤确诊，黄珊珊表示，这个个案有技术感染源族群的来源。另外，国内出现头一个哥伦比亚病毒株病患，北市府用新政策，若是年纪较大、慢性病还是境外特殊病毒株的人，即马全部先转上病院。一定要把疫苗算清楚。我们的莫德纳这一段时间还有多少要进来？哪时候大概可以进来？新北市14增加2人确诊，拢是伫厝隔离阳性个案，属于加护感染。面对疫苗10天空窗期，南华电公告南韩派员去美国对谈，得到摩塔公司回信内，佮答应如期到会，提起中央无时面对疫苗问题。另外，行政院5倍券政策大细环改做免费领，新北市长看法无同。尤其我们最底层的经济上受到最冲击的市民经济，还要再拿1000块出来，再来振兴经济的5倍券，我倒觉得起码有改变，就会朝好的方向来走。他要发5倍券的时候，但没有先想我到底我现在是在纾困还是要振兴，这乱理。国本地伫台东参加热气球嘉年华，表示政府无做好5倍券评估的习惯，那以进行为目的，爱明确设定时间甲项目。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病毒毋来算断咱的细胞，即马佫发现讲有一个确诊的个案，伫伊准备要出院进前，那像是出现失去记忆的病尾，病院是赶紧改做检查，未就发现这个患者因脑的血筋内底有血疙，造成脑发炎，而且伊血的动脉嘛塌去。也佫有急性腰子灌水，医师研判讲，这个患者规分数的细胞拢受到病毒的攻击。我是他太太，可是他居然连我都不认识。
受到新冠病患的医师林家模接到家属发现，病患亲像出现食药情形，伊是这波本土疫情拄开始大流行的时阵，捌有网购活动数的查甫人，也是头一波考虑对象。发现确诊了后，5月底带院治疗，6月底准备出院的时阵，发现伊毋若袂记哩太太连出来的电话号码也拢袂记哩，院方紧急安排电脑短暂检查脑部。后来核磁共振做起来的话，就是的确在那个脑部的额叶、颞叶，还有枕叶啊，还有就是小脑的部分，通通有一些就是发现都有缺氧的现象。透过检查，林家模发现这名患者脑血管出现血管损伤，真侪脑的组织拢经发炎，进一步引起食药症状，所以延到7月才出院。也指出，全球有我一成的患者伫康复了后留下脑部的后遗症，包括较袂记哩代志、会忝身体各部位的症状。那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应该是说，像是这个肺部的血管的血栓哦，那这个比较在国外有报道，我们国内也有发现过几例。那之前我也有报告过说，大概有2例有这样一个合并死亡的一个情形。然后脑血栓确实是比较少见了。新冠病毒毋但攻击细胞，像这名个案，毋但记忆受影响，也个血动被踢掉，急性腰肌水肿，另外无检判，规身躯细胞拢互攻击。另外，新冠病毒地输血甲感是无法度好起来伤害，需要更较侪研究来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防疫警戒降做第2期了后，因为部分水域的活动，亲像是浮水味或者是海边的导览等等，即嘛是拢还未开放。即嘛地区原底是热旅游大月小琉球，也有绿岛，正做观光的重灾区。业者呼吁政府都要赶紧制定出相关的防疫措施，有条件来开放，可以会当有生意通做。原本热热大月应该真热烈的屏东小琉球，街路上拢空空无人，为少水上活动的业者，店面的大门拢锁起来，无咧做生意。客人都会问说，来小琉球要玩什么？水也不能玩，浮潜不能玩，游泳不能玩，潮间带也不能走啊，观光景点也不能去。那你来小琉球干嘛？从今年5月中旬3级警戒后就开始没有游客了，到今天整整快3个月了，都没有收入。台湾虽然降到2级的警戒，像是畅水、自由畅水，也是海边的导览这活动，即阵又还无开放。水上活动有限，无法度吸引游客。而以水上观光为生的离岛，亲像小琉球，也是绿岛，这真多观光的重灾区。往常8月份的话，这里以我个人的收入，平均1个月大概8到10万块。这疫情下去之后，8000到1万都没有了。不要完全封闭，希望有条件的去做开放，或是去做降载。那这边目前小琉球的风雨区景点以及水域活动、大众浮潜这部分的话，是希望可以去做放宽。小琉球当地侪协会甲业者集体来发声，希望各个景点加水域活动会使有条件来开放。指挥中心回应，会甲相关部会来讨论。国家风景区的海水浴场游泳的这一块，我们还会再跟2部会之间会再有持续在做一些讨论。指挥中心强调，做好相关的规范了后，做出决定。不过看到这个热热大街拢要过啊，游客拢也无看人影。开放惊讲疫情的上升，无开放，伊搁特别活不落去啊。即阵敢希望因赶紧来开放，互因恢复正常营业。记者综合报道。美军8月底撤离的期限就要到啊，阿富汗的局势即嘛是恶化了真紧。民兵组织塔利班已经攻下阿富汗第2甲第3大城，随时拢有可能会对首都来发动攻击。也若侪人民是赶紧要逃难。另外，美国嘛派3000个阿兵哥去阿富汗协助公民，也有大使馆的人员撤离。联合国讲，阿富汗即卖局势是已经强要失去控制啊。10时早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继续出现排队的人。正有能力的阿富汗民众对塔利班顶礼拜发动攻势了后，飞离开阿富汗的班机，因讲逐班拢客满。塔利班民兵13一日，因讲拢无拄到政府军的反抗，连续攻下阿富汗第2甲第3大城坎大哈甲赫拉特。He, I think, delivered a crippling morale blow to the Afghan army, and they no longer believed they had the resources they needed to win. So if that's true, then why fight? 联合国真烦恼表示，阿富汗这种局势已经面临失去控制边缘了。Afghanistan is in the throes of yet another chaotic and desperate chapter, an incredible tragedy for its long-suffering people. Afghanistan is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面对阿富汗的乱局，美国总统拜登13启程飞往台湾营，美方坚持8月底进前撤离阿富汗的驻军，最终敢若留下650人，其他的国际部队嘛要同时来撤离。欧洲多国拢会派出军队来协助撤离工作人员，并且甲使馆关起来。美方也已经派出3000名士兵飞往喀布尔，协助使馆人员甲美国公民来撤离，敢若留下上精干的人力，同时也下令销毁重要文件甲设备，以免落入塔利班的手中。这阵美军已经有一个基地落入塔利班的手中了。We are always worried about U.S. equipment that could fall into an adversary's hands, and that's something we never lose focus on. What actions we might take to prevent that or to forestall it. 这阵塔利班驻扎在离喀布尔80公里外口的洛加省，阿富汗全国34个省已经半数是落入塔利班的掌控，相当2/3的领土。根据美方最新的情报，塔利班在30天内就会对喀布尔发动攻势。当地这阵来真侪闪票战火的民众，一旦喀布尔对外交通完全被切断，将来恐惊爆发严重的人道危机。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8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妇女救援基金会除了呼吁日本政府爱甲伫台湾抑阁在生的前日军慰安妇阿嬷回失的，嘛提醒台湾政府都要甲慰安妇这个名改做是军事性努力，而且甲这个事件纳入去咱台湾历史的教科书内底。迄阵啊叫天袂应，地袂应啊。也痛苦啦，目睭白金哦，嘴洗洗啊，凊彩食就过来接去。这是20几年前公司所翕的纪录片《阿嬷的秘密》。迄当时13位前日军慰安妇阿嬷讲出家己的遭遇，让大家知影慰安妇的真相。20几年后，目前还阁在生的阿嬷，敢若剩一人。她目前身体状况是还好，那也打了第1剂的那个疫苗哈。那同时我们同事那时候担心说，因为他年纪大了哈，难免有一些慢性疾病，打了之后会不会很多副作用？发现其实是还好的哈。伫1991年8月14日，韩国的金学孙女士先带头公开伊的慰安妇受害者身份，这天嘛正做纪念日。长期社员前日军慰安妇的妇援会，今年嘛诉求政府应该甲慰安妇证明做军事性努力。事件嘛就收录伫教科书甲台湾史。而且建立国家级的性别人权馆。因为军事性奴隶的议题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性别，我们应该要去努力去记忆的一个事情。将珍贵的资料做成教具，妇援会嘛表示，未来会甲慰安妇教具箱早入去学校。去年11月，阿嬷岛人权馆已经关门。这摆记者会办伫台北市的承德路3大一搭，嘛是未来阿嬷岛的新主旨，预计9月底就会正式营运。记者陈阿文曾派文台北报道。后礼拜就是中原普渡啊，为着要减少烧金造成的污染。新德市环保局推出中原环保拜拜的袋仔，内底有普渡用的面巾、平安米，还佫有普渡旗等等。会使讲咱一般普渡爱用的物件，拢家己穿便便。落仔内底有面巾、普渡用的旗仔、平安米等等。这是新德市连续第6年推出环保祭祀落仔，民众只要捐100块，互公益团体就使摕到。做爱心兼做环保。中元节的时候啊，然后家家户户都这样子烧，然后我觉得就是空气弥漫了，然后对空气品质不是很好。那一方面可以帮助到一些弱势团体或一些公益团体，我觉得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好。根据统计，过去5年募得挖20万的公益金，那只要捐100块，减少1公斤纸钱来算，等于减少1991公斤的纸钱，差不多减排2987公斤的二氧化碳。将近3000公斤的这个减碳量的成绩出来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呢要烧纸钱呢会污染空气哈，那部分我们用我们不同的一个创新方式哈，让这个空气品质呢变得更好。环保局把鼓励民众，甲要烧的纸钱到环保局做回处理，那环保在疫情期间，袂使避免捐助的风险。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新闻看煞，稍等的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芳雅村长的游乐园。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